have breakfast？ 哎，可以 ，OK，have a breakfast， 帮你取一个。你也取呢？你这么取，我不好意思的呀。好，行，我这个取，我来一碗馄饨啊。调料很多，这是什么？咸肉？油渣？你怎么都不懂的啦？油渣啊！我们已经当做接啥呀？什么意思？我担心他们这个钱赚不回来。你看这么多的，这个是王子吃他给满满的中国味，满满的苏州味，味道哪能啊？嗲得不得了！找回儿时的记忆啊！托了你的福，借了你的光。看来这家人跟我们苏州人是一家亲，他们懂得我们苏州人的味蕾，不像你们河南人，闻着都辣，辣得我眼泪鼻涕啪啦啦啦就流下来。再取一包，不吃白不吃，这499怎么也得吃出本来。你早就睡回本了。甜的不得了啊！你不只是吃出本了，你已经吃出好几倍了。我把来回的路费都吃出来了，这个才是退休生活的。到这里来了一回啊，不忘我到这个人世间来走一趟，是吧？喝喝咖啡，听听雨声，看看美景。对面还有一帅哥，我也是你套餐的一部分了。小戴姐，坐一坐，红沙发。这个房间499，还能吃6顿，睡2晚，这么大的床，我的天哪，都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价格，所以要体验体验，还包麻将是吧？对，搓到昏天黑地都不收钱，天昏地暗还不死呢。麻将搓起皮，上海话叫起长城，起上人，起长城。侬搿个上海话来塞不来塞？来塞，阿拉不是上海人啊，阿拉不是上海人，阿拉不是上海人。我已经听见歌声了。哦，上面还有卡拉 OK 啊。所以呀，你以为499只有住啊？唱歌的话要不要钱呢？免费，搓麻免费，游泳免费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捉迷藏，本想找到。那么你行啊，行了吧？你这个是好话还是坏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2奶碰到3奶的概率很低。哎呀，好了，走吧走吧，我还是蛮厉害的，是吧？厉害，我有点基础的。厉害，我中学里面呢比较喜欢打乒乓球。这个你喜欢吗？不会。您知道一个妙龄的美少女怎么从140斤掉到110斤的吗？今天我们前方为您现场报道。我现在是中老年少女，来揭秘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就是坚持了30年，我家里面骑坏了4辆健身自行车，现在是第5辆啊。那您可以找一个厂家代言了。下来的时候，地上全部都是水，地板都是咸的。像我这种年纪了，50、60的，这边人家一般都是棉花。有几个人有锁骨？你去想想看，这不需要投1块钱吗？这个随便玩，对，那太可笑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怎么一应俱全啊？哎呦，游泳池，室内泳池和室外泳池是连通的，对吧？那不是水牢吗？你看，那不就是水牢吗？你这个形容，这个是吃饭的地方吧？对。现在把我带到这里了，我肚子又饿了。看看风景，吃吃早餐，拉拉情人的小手。